人！能力啊！怎么把奶奶挑的鱼给换了呀？这刚死的鱼啊，眼睛明亮且饱满。你看这鱼眼睛，又浊又塌，这就不是您挑的鱼，您挑的鱼在那块呢。生意太好，给您拿错了。大家看好了啊，老蟹水产千万不要再来了，骗老奶奶卖死鱼赚黑心钱，社会的毒瘤。先生，别听他瞎白话。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正义使者。咱有什么好好说，你这种方式很难。英雄是吧？正义使者是吧？干啥呀？100人，能力啊！打他！吓唬你别人！走下！不让。